世界万项代拢伫台湾是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步斌阿土啊。观众朋友，虽望即马疫情在炭烧，总是最近咱台湾伫各方向、甲外工项进展不止啊济哦。去年年底，日本经首相安倍晋三捌讲出，台湾出代志，就是日本出代志，就是日本、美国同盟出代志。迄当阵，咱正大家敢若较注心咧看艺人厝内无拄好诶代志。安倍前首相阁邀伊讲，我讲这遮大条，安怎台湾无相像诶反应？哦，安尼咱就看到日本真正甲咱掠做足重要。另外，东欧国家斯洛伊尼亚总理杨萨前几日放风声讲，有甲台湾伫商谈互相设立代表处，安尼咱东欧的好朋友阁增加一个，中国阁咧气噗噗。这重要的好消息，咱今日做伙来关心。小介今仔日现场来宾邀请当代日本研究会陈文嘉第一副会长。大家好，我是陈文嘉。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前外交官时代力量国际中心刘树杰主任。大家好。另外邀请线顶甲咱商会驻日本驻青记者张无新张大哥。大家好。观众朋友，咱来看，今仔日咱讨论第一个主题是台日关系继续来加深。去年安倍前首相讲，台湾出代志都是日本出代志。去年年底，咱看到执政党的委员甲日本有线顶的会谈，前国防部副部长中山泰秀讲会当组一个军事的同盟。另外，台湾甲日本的经济贸易会议嘛拄结束，咱看到南洋讲要继续来推塞这个核实的公投。不过，啥物合作核实的？敢是日本来的食品拢是核实，还是讲无符合标准合作核实？这咱嘛要来探讨。第二项就是咱看到欧洲友台的国家各加一个斯洛伊尼亚的总理杨萨，伊放风声讲有甲台湾在商谈要互相设立代表处。唔难呢，伊阁批评中国阻挡台湾进入世界卫生组织，阁有批评中国报复立陶宛，因为伊友台。唔难安尼，41个欧洲议员写批予欧盟，要求着爱联手来对抗中国，这个代志，咱今仔日拢要来探讨。先大声来看台日安保的报道，最近来看。台海的紧张局势升悬，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伫17个国会演说的时阵，强调讲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安尼嘛，互台日关系正受到注重。18台日来举行头一遍的国会的这个台日安保伙伴关系论坛，外交甲国防委员会调委赵天麟伊主张讲，策动台湾关系互来立法，加强台日合作，而且借这个机会甲中国讲，唔通来亲门打呼。一个台湾关系法的建立，我相信也可以告知中国共产党，如果要冒进改变台湾局势的代价一定会过高，不应该轻易尝试。赵天麟认为讲，台日是命运的共同体，假使讲若是立法成功，安尼就会当来突破过去这款无平凡的对待。参加会议的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伊是表示讲，自民党的内部有组成台湾关系法小组来讨论这个议题，应该要大力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并且要守法保障经济安全，就亲像台美之间嘛有这个相关的保障。例えばアメリカを中心に、アメリカの領域内、領土内で、例えば演習、軍事的な演習が行われる。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このことも国連の演説ではっきりご本人の口から演説がされています。现任的总务副大臣嘛是国会议员田田如明，伊认为讲，面对即卖的国际局势，日本应该爱来实施现实主义的外交，并且修正有关经济安全保障甲自卫队的法律。这对日本东北亚的安全，拢有较正面到达的帮衬。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讲到安保，这是一个军事的同盟。咱大先来看台湾的国军甲日本自卫队的军力的比较，看有啥物相像，也是精彩的所在。讲到咱台湾，咱的国军有21万人，日本的自卫队是25万人，这无差真济。不过咱唔通袂记得，日本的人口是台湾的5倍较济哦。啊，若讲到守备的范围，台湾的国军免讲是台湾、平湖、金门、马祖啊，也日本的自卫队是日本本岛甲西南边的岛屿。咱台湾国军的优势是咱的飞弹的技术真成熟。若讲到日本，伊自本是一个工业的大国，因的国防工业嘛真先进。若讲到欠点，咱台湾因为国际地位较暧昧，所以买武器较困难。日本是受到因的宪法的限制。不过，咱讲到咱的国军甲日本自卫队的展望哦，两边拢想要发展这个畅水感。咱大声请教无心大哥，日本的自卫队伊的战略的目标是啥？是怎样？日本的这个面对的这个威胁吼，威胁吼，甲台湾是共款啦，是为中国来的吼。较早是为迄个古苏联啊俄罗斯吼，但是即摆重点拢移动到迄个琉球这所谓西南的海域啦吼。所以吼，因的威胁甲咱威胁拢总共款吼。所以因这个这个军事的这个战略吼，应该是甲咱无啥物大的差别啦吼。就是讲因这个发展的这个叫做海军啊，还是空军啊，这个空中的这个自卫吼，这方面哦，应该吼有达到咱吼来个做学习的所在吼，还是讲咱有需要借重日本的。这军事的力量吼，来甲咱到保护这台湾吼。那保护台湾就是保护着日本吼。这个安倍晋三吼，前首相吼，我这个11月底有甲专访30分钟吼，伊嘛讲了他都要讲的，台湾的代志就是日本的代志，就是日本甲美国的代志。所以吼，咱上重要，我感觉吼，咱来争取吼，甲日本军事吼。军事情报交换，这上重要吼。这方面哦，就是咱会讲到吼，这做台湾关系法，但是这毋是讲台湾关系法啦，讲做这个台湾关系法咯，迄是10几年前讲的讲法啦。过来就改做吼日台吼关系基本法啦。过来改做日台吼交流基本法啦吼，现在吼这个交流日台交流基本法是最常定吼，大赛吼伊主张的留伊意见啦，所以即摆用这个运作啦吼。啊，这个中间上盖有意见就是吼，互相提供情报啦，互相的情报提供啦，吼军事情报提供，这2、3天呢吼，财经新闻哦，有报道讲吼，日本哦对台湾哦要求这种情报提供哦，有拒绝啦吼，所以哦这项哦咱会当达到哦，这是对台湾哦安全哦非常要紧的代志，是日本甲台湾需要共同来对抗中国，所以有迄个互相提供情报的需求。不过日本有拒绝，针对这个。台湾日本关系法，日本国内的看法是安怎？这个吼，台湾关系法吼，应该是，我有看今日个财政新闻有报道吼，所以内容其中这个叫做赵天麟委员吼，伊讲到这个啥物要制作这个叫做咱台湾也应该做一个哦，日本咱要求日本做一个台湾关系法。啊，咱台湾来做一个日本关系法，我感觉吼是，但是应该去思考一下啦。是安怎？咱甲美国的中间吼，因为咱甲无邦交，所以咱需要美国是有国家，是一个国家在台湾迄个，咱台湾是伊无承认，所以伊有需要做一个台湾关系法。啊，伊无需要你做一个迄个叫做美国关系法啦。啊，日本也做一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嘛无需要，日本嘛无需要你台湾做一个做日本关系法啦，同款道理。所以哦，这点哦，大家要厘清者吼。
这关于这个法律的问题吼，你10几年前吼是由这个吼，伊个做台湾吼，伫遮一个医生吼，叫做林建良吼，这个是做迄个台湾证明吼，真有功劳的人啦吼。啊，过来即马最后咧用个主体吼，是叫做吼日美台关系研究会，哦，这会长是吼前迄个拓殖大学吼的校长哦，啊，过来就是迄个一寡教授啦，啊，搁一寡退休的迄个海将啦，日本海将吼，啊，甲这个头讲的林建良吼，这个医生吼，是。其中这个法律哦，遐条有7条尔啦。这7条中间哦，其有6条是甲即卖这个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啊，甲日本的这个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因的这个备忘录吼，大概讲的拢共款，比如讲吼，啥两个合这个促进吼，日本日本人甲台湾人吼，广泛的迄交流吼。啊，文化方面的发展吼，这种共款啦。这是主要讲，这个法律的希望，咱台湾希望这个法律吼的制定，就是讲希望把这个吼备忘录吼，把伊吼法制化哦，法制化。啊，佮加一个吼，加一个这军事互相提供军事情报。这个过去吼，这有一个需要性吼。过去吼，这个日本吼西南空域吼迄个管制吼司令官叫做佐藤守啊。佐藤守，这个人，这个将军伊嘛讲，现在是退休啊啦吼。伊讲哦，迄阵飞机吼，因的飞机袂陪有咱遐去，咱的飞机有人才去陪着因的空域啦，吼。啊，所以伊都出动哦，出动飞机起来咧。啊，看我毋是做中国飞机啦，所以伊即摆专门对付中国飞机，还佫注意台湾飞机，所以有需要提供这个军事情报，希望台湾哦。提供这情报给因吼，因较袂去捅唔着啦。啊，咱即摆吼，咱即嘛共款啊，台湾嘛是面对这个问题。来了飞机，阿强的飞机来，咱嘛爱起来，哦，啊希望讲吼，伊提供更较侪情报啊。但是吼，这个19年的时阵吼，日本咱就提这个要求，但是日本方面拒绝啦，拒绝这个咱这个要求啦。敢知影拒绝的原因？因为哦，这是非常无军事联盟哦，应该是足困难啦，哦，这个所以伊咧日方吼，迄个其实哦，这个问题哦，这条条文哦，过去哦，伊这个日美台关系研究会吼，有提这个原案吼，有迄个参议院哦，法制局吼看过啊。在大致上也无问题啦，不过这大是足机密的进行啦，应该是无啥问题。但是伊当时吼，要搁伫这个青年局的时阵吼，45以下的议员大概伫青年局办。啊，迄个岸信夫啦，吼，是迄个即摆防卫大臣吼，岸信夫伊无条件啊，为我讲出来，啊，所以怎安尼吼，怎大家一直讲，这代志安尼吼，是所有啊，真侪反对，啊有赞成的啦吼。啊，当时遐个人吼，拢有去做副大臣的啦，有去做大臣的啊吼。比如讲安信夫即摆做大臣，然后拢无插这个代志。啊，后来才交一个叫邱元思啊，哦，这个是咱等于讲正规提号单啦，这个是叫做这个议员哦，即摆是去用判刑啊啦，因为伊摕中国钱摕足济啦。所以哦，这个插曲就对啦。关于这个，关于我是毋是有需要吼？我这个专访迄个安倍晋三的前首相时吼，伊有讲吼，这个法律吼，需要性吼，目前吼，伊是无直接讲啦，但是伊讲目前吼有一寡法律吼，用一寡法律来这个 cover 吼，这条台湾关系应该无啥问题。比如讲。个安保法又定一个安保法，安保法就是讲，那会影响到日本的安全吼、自由体制吼，这个危机吼，就是日本的危机，伊就当出兵啊啦。这个当然是讲到台湾嘛，所以这个法律嘛会当，这个法律本来是要吼，卡办咧宪法第9条非战宪法
吼。是。哦，但是等于伫阿毛着台湾啦，所以伊当然伊袂当讲哦，应该做这个法律啦，但是伊心内应该我想伊是赞成啦，但是伊即马还无这个时机吼，伊咧看卖啊，嘿。是，好，咱多谢张大哥。即摆看到日本无正面回答讲敢着爱买台湾关系法，伊想要用别种的法律来，张大哥讲来讲 cover 吼，咱来请教陈副会长，你安排这个台湾甲日本的线顶会谈，中间敢有啥物咩咩角角？哦是安尼，我想谈到引迄个伊主持人来讲，咱问着讲。即马台湾呢，甲日本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密切过程中上重要就是即个去年的12月7日，迄个以早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伊受到阮即个国策研究院的访问迄个邀请，就顶上线上的一个演讲，伊特别讲着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于是日本甲美国的同盟有事。所以来看呢，反倒转来，台湾也无事，日本就无事，日美同盟就无事。所以呢，会当看到台湾呢，其实对即马日本，不管是伊的算伊的第一岛链还是伊的地缘还是伊的所谓产业，还是共同的民主伊的迄个价值观是拢是一致的。所以安尼看最近呢。台日之间是发生空前的一个变化，为顶年的8月27號，就是迄个台日的集政党的2+2的一个安全会談。當地是迄日本當然是迄個佐藤正久，啊個迄個大總統，台灣是羅致政委員，甲兼迄個蔡適應委員，到12月24呢。就是有一个嘛是个迄个佐田正久，个一个叫做个一个台湾当然是罗致政，个邱志伟，因当时咱讲经贸，第一届是讲安全甲国防甲外交，第二方面呢是讲到经贸，昨迄个会谈就是台日的安保伙伴的关系的论坛，这个。所以，迄个发起的是汪鼎武委员，甲因迄个，甲因早国防部副部长，叫做中山秀台，等等。然后参加等于有林正义立委，佮兼赵天麟立委，佮因日本有一个叫做迄个田八达，田殿，这先生，议员，当然因这会谈的过程中，伊嘛一直强调讲。其实，进台湾，伊的生存，会当生存的是关系到日本的安全。对。因为我头有讲过，安尼地缘的原因，所以佮安尼产业的原因，佮安尼民主观念的原因，所以在台湾日本做密切，而且因这所有做的工课，其实是拢听美国的。所以我讲这段时间，因虽然有讲，这个会谈中有讲到台日的要订立一个台日的关系法，但是我来看，这起码是这是有可能，但是要一步一步来。是安怎？因为不管安怎，因那日本，因若种进对台湾，因有受到一个叫做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因这段的限制，所以伊甲台湾是维持是非政府、非官方的关系的安怎？一个实际的关系尔，因反正因就做这种做非官方、非政府的，所以不管进，你看迄个因即个迄个执政党的2+2，也是昨的一个迄个安全论坛，伊来看嘛是拢是非官方的，但是安尼讲是准讲这是一个空前的一个改变。第二点，我是讲即咱台日之间在做咧讲，按要达到这个关系法。以前俺可能真有做的工作，就是我来大家报告。第一，可能政府官方当然嘛是有接触是安怎？俺有一个外交部一个叫做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因日本呢伫台湾有一个叫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俺台湾的国防部嘛有派武官去日本，因嘛有派一个武官
住在地台湾，所以这来看起来，因其实咱就咧交流。第三点就是讲，即马的议员这段有讲过啊，第三段就是学界的交流，像阮东大日本研究学会，我嘛有甲日本的迄个外务省的国际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所嘛有咧联系。是。个国策研究员我嘛有定咧办即个类似的一个准官方的一个论坛，来拢是议员，也是较大咖的，所以这段的过程当是讲，真有咧交流。所以我是感觉讲，要甲交流是应该为非官方先按照较踏实的。较踏实，像讲最近我一个这个好朋友，叫做郭国文立委，伊就提出一个叫做台日理宪法。而且理宪法是毋是先做较民间的、较好做的，做较扎实的了后，再来恢复这较官方的。只是讲官方嘛有两个部分，就是美国嘛要帮忙。对。因为美国若有帮忙，这代志可能讲较会成。美国伊若讲嘛是认为讲，这无现这无必要性，其实嘛歹讲。所以我感觉，若以其讲要台日关系来看，不如是台湾、美国、日本这三家关系。安尼咱在认真迄个考调，安尼我是较有机会。是。那讲到这个半官方的这个方式吼，这个双轨道官方甲半官方，咱请教刘主任，伫外交的实务上，这爱安怎做？其实伫外交上吼，真侪时阵吼，我感觉对台湾来讲，非官方吼，有当时阵比官方搁较重要。那比如讲，咱即马讲这咱这个副总统吼赖清德吼，伊即马准备讲，伊即个月要去参加这个咱友邦吼，这个洪都拉斯新总统这个就职典礼吼。但是重点伫后壁，伊讲吼，也途经美国 LA 啦吼，来进行这个所谓过境外交。我坦白讲，我较早就是伫这个驻洛杉矶办事处咧服务啦吼。每一遍吼，若是有过这咱国家的元首吼，不管是总统、副总统，还是这个行政院长吼，来美国来过境吼，其实拢是重点吼。因可能是伫美国、伫 LA 来过境，去咱所谓的拉丁美洲来参加各种的活动，但是重点吼，对阮来讲，拢是伫美国本土短短这24小时。还是讲12个小时，对哈，要见什么人哈，还是讲有什么款的话谈哈，所以咱即摆看着讲这个，咱这个赖副总统哈，有可能甲美国这个副总统这个贺锦丽哈，来这个有一个交流互动，若是正经哈有，和这个赖副总统甲美国这个现任的这个副总统，会当伫美国的本土有一个互动，迄是真重大的这个进展，嘛是真重大的代志啊！所以，阮其实拢会观察，但是你若是即摆去问讲，到底这个赖副总统到时是毋是有这个机会吼，会当甲美国的这个副总统来见面？你即摆去问吼，伊拢三缄其口，因为吼，这都是高度机密的代志。但是，阮是就期盼，阮是就希望讲，到时会当看到因两个会当同框啦吼，个。除了讲这个赖副总统到底敢有法度伫可能短短在过境，可能8个小时、8点钟吼、12点钟、24小时，短短这过境的时刻吼，各位当去看着讲，伊敢有喊优待这个议员吼来做一个 meeting 啊？你比如讲，到时是毋是有这个参议员甲众议员吼，会当为美国的东岸飞到西岸。到 LA 到加州吼，来含这个副总统来做一个会谈，这种是阮去观察这个指标啦。所以，好，阮咧看，当然友邦这个新总统这个就职典礼是最重要，这无错，阮嘛足恭喜啦吼。但是哦，对阮来讲，重点拢是伫美国吼，因为阮较早伫美国的时阵吼，常常为着这12点钟的过境啊。阮差不多无用吼3个月的时间吼，所以就这包括这个美国这个
国家安全的这些人员哈，要安怎来拆线来做这个安检，所有这个话谈、甲行程、路线，要安怎为机场到饭店，所有的路线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代志吼。所以我嘛就希望咱看到讲，咱赖副总统这边会当利用这个去拉丁美洲来参加这个洪都拉斯吼，这个活动的时阵会当吼。伫美国本土吼，甲即个副总统有一个互动安尼。是，讲到赖清德副总统要出访中南美洲吼，伊可能过境美国的时阵，有可能甲美国副总统会面会。拄则老主任嘛讲到，希望讲伊有机会甲参议员也是众议员会当面会。事实上，伫去年11月的时阵。美国众议员甲参议员拢有来台湾，甲台湾前后任的国防部长，大省是洪世宽部长吼，伊迄个时阵伊讲到这个亚太区域的安全，肯定台湾人民捍卫家己的生活方式的决心啊。另外，美国参议员可能甲咱现任的区国政部长，伊有讲到咱台湾的军事需求。了解到咱台湾需要安怎的武器，咱请教吴教授，着安怎来看这款的回答？是咱的国防部吼，即拄公布一个迄款资料吼，去年的共产党的飞机吼来台湾940几架。哦，咱公布这个资料了，咱拢感觉吼，这扰乱台湾非常严重。是，但是中国的发言人讲吼，这毋拿900多台尔，台湾无感觉到佫较济。咱讲到这得着邦义，佫袂乖的部分，咱看到吼头一个台湾的因为面对中国的威胁，其实这件代志吼，毋拿台湾咱的民众足关心以外，包括美国、包括日本，拢非常的关心。伫咱的年初的时阵，咱看到吼，美国甲日本吼，因有举行一个2+2的迄款峰会。日本的是迄个防卫大臣甲外部大臣参加，美国是布林肯甲迄个奥斯汀来参加这场的会议。其实咱看到吼，这当然是这日本新首相吼，这岸田文雄上台了后头一届，美国甲日本举行这2+2的峰会。其实咱看到吼，去年吼2021年的时候，其实美国布林肯甲迄个奥斯汀因来。这个亚洲参访了，因嘛是甲日本吼有举行一个2+2的峰会。简单讲吼，台海的威胁毋是干那台湾知影尔，即摆美国甲日本吼拢非常关心这件代志。咱知影台湾的安全足重要，要安怎？那所以咱看到吼，咱学国主持人嘛有讲到吼，这日本吼甲台湾的迄款立法委员有举行这个国会外交，举行这2+2的峰会。咱嘛看到吼，去年年底的时阵，包含这个共款是执政党的立委，嘛伊有举行这个甲日本的迄款对话。咱看到就是讲，咱普通外交来讲吼，拢是行政部门行出去的这种外交。但是咱即摆看到头一个部分，咱来看到是国会外交要安怎行出去。其实咱看到吼，台湾的国会，不管是甲美国的国会也好，甲欧盟的迄款议会也好，也是甲，譬如讲咱看到立陶宛的国会也好，其实咱看到讲，咱的国会议员即摆拢在行出去，行出去时阵，除了推销台湾，嘛是爱甲国际社会讲，咱台湾即摆面对什么款的危机，尤其是阿强的威胁这件代志。所以咱看到国会外交是足重要。但是等到等来讲，咱看到咱学国主持人一开始节目的时阵有讲，这。安倍首相吼，伊有讲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台湾有代志，日本有代志的时阵，结果迄个时阵，这个新闻无做介大。台湾在创啥？台湾在做公道。然后，这新闻无讲报告介大。即摆咱看咧，去年年底的时阵，执政党的立委嘛是甲日本咧讲，吼要安怎增加迄款经贸的迄款关系，大家要安甲经济变较好势。咱看到。执政党立委，咱看即届吼，咱看迄个王定宇、赵天麟，因嘛是拢在做即款国会外交，甲台湾安全要安怎互做去较好一寡。当然，咱嘛知影这中山秀太先生吼，因为伊即摆是民间人士，伊有即款创意的部分，这当然是
日本甲台湾民间吼有一个足好的一款互动的部分。但是上重要是讲，即摆咱看到执政党咧拼台湾的国会外交，反对党咧创啥？你看，即摆日本的迄款辅导食品要入来，台湾是不是爱讨论？但是咱看到是讲，拢无啥物正常的讨论，就搁开始要讲要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在讲啥物要个核实的公道。咱看到台湾已经这2冬已经遮尔乱，遮尔济迄款公道的部分，到底有一个合理、有一个理性的讨论无？我想这是台湾要提高咱的国际关系的时阵，咱嘛爱看卖有人在扭后腿无？是。请教陈副会长吼，这个核实这个问题，会对台湾甲日本的交流造成什么款的障碍咧？当然，这个其实按照这个所谓WTO 也是这个区域经济这 FTA 来看，自由贸易协定来看，其实这个贸易应该是要自由化，对，自由化。其实那迄个叫福岛食品，其实伊若经过科学的一个验证，其实讲个好势，老实讲，其实这像贸易真，你物件真入来，要占才是老百姓的自由选择。我感觉这个物件当用较理性、较科学的方法来去进行。只是呢，政府若要推这个法案的时阵，也是要签这个所谓的行政命令的时阵，可能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讲你的检验不是事前检验，你爱随时爱咧检验，爱咧抽查。因为有当时啊呢，这你政策是对，但是下面算讲生理人啊，也是讲一般的贸易商哦，有当时啊，因在做的工作就较无认真。所以政府就爱较认真去来做伊的一个检验，安尼互老百姓的食咧安心。食咧安心，这我看这是会当来大家共同来理性来讨论。是。那符合标准吼，咱唔通甲人叫做核实啦，总是咱家己的检验爱认真。即马咱来看欧洲友台国家搁增加一个，来看斯洛维尼亚的报道，做阵来看。斯洛维尼亚的总理雍萨最近接受印度媒体访问时表示，斯洛维尼亚当咧和台湾讨论要互相设代表处。伊表示，台湾和中国拢有成立的往来，中国无道理阻挡其他国家和台湾建立经贸关系。Actually, we are working on establishing, to exchang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ourse, this will not be the level. This will not be the level of the embassies. It will be the level, the same level as many of EU member countries already have. 雍萨表示，斯洛维尼亚支持台湾人民对主权的决定，只要是无外部压力或者是军事威胁所做的决定，斯洛维尼亚拢会支持。另外，针对进前咱国伫立陶宛用台湾号名设代表处，立陶宛受到中国用经济来报冤仇，雍萨认为这款想要甲小国家孤立起来的做法实在恐怖。杨萨总理的一个真知跟拙见。外交部我们表达高度的欢迎跟诚挚的感谢。外交部我们会持续。包括跟斯洛维尼亚在内的一个全球民主的伙伴，来深化彼此的合作以及各领域的一个友好的交流。有学者分析讲，最近主张支持台湾的波罗的海三国，也有斯洛维尼亚，拢是中国伫中东欧成立的17+1合作机制的成员。这反映出伫美国甲中国、各美国甲俄国的对答之下，欧洲国家开始选择和自由民主国家徛做伙。在这个区域有一个17+1。区域合作组织之前，立陶宛已经声明要退出17+1。现在这个斯洛维尼亚，他做了这个表示，某种程度上是骨牌效应，他用不同的方式，现在正在发酵之中。我相信他们都很希望获得美国、北约更多的关爱。学者也表示，台湾若是会当和巴尼干半岛的斯洛维尼亚互相设代表处，这代表咱国的外交范围对原本的中东欧向南平扩大。另外，未来敢会当比较立陶宛用台湾号名设代表处，这也是外交工作重要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斯洛维尼亚这个国家，伊是伫 Austria 的南边，边仔是意大利加 Hungary。伊的这个国家的国土有2万多平方公里，这比咱台湾较小吼。伊的人口是
这个209万人，这咱台湾的1/10。不过，因的人均的 GDP 甲台湾是相像哦。这个2.5万的这个美金，伊的这个工业是汽车、化学、制药、电子产业以及资讯通信。伊的这个规个国家主要是正做一个连接欧盟甲东欧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运输物流的中心。咱请教吴教授，这个国家若对台湾友好，对咱有啥物款的意义？是，我想吼，这台湾的朋友吼，当咧增加当中啦。啊，过去吼，不管是中共吼用啥物款的压迫的力量吼，咱看到足侪东欧的国家、欧洲的国家拢开始觉醒。为什么讲觉醒呢？因为过去吼，中国拢是用迄款经济力量，想要甲这国家来交朋友。但是咱看到吼，这斯洛维尼亚这个国家吼，有一个特色，伊较早嘛是迄款东欧国家解体了后，有一个国家吼，解体了后。怎样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咱看到吼，头一个部分就是讲，伊是独立的一个新的国家，所以需要国际迄款支持。这是头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咱看到这个总理吼，伊过去捌做国会议员的时阵来过台湾，所以对台湾的迄款了解是足深刻的。即间伊的发言吼，其实咱看到的部分是伊去参加印度的一个专访。这个专访的迄款主持人吼，就甲问你甲台湾吼，你这关系到底是安怎？另外一个部分就甲问讲，你有看到立陶宛吼，这甲台湾的关系提升了后，是毋是有迄个斯洛维尼亚这个国家吼，嘛有想要安尼来做？所以咱看到伊这个总理吼，就随甲讲，咱嘛想要甲台湾吼提升这关系。上重要就是讲，主持嘛甲约咧问吼，你讲要甲立陶宛共款吼来设这办事处的部分，伊嘛讲了足详细，阮就是开始咧讲即件代志。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吼足侪国家吼甲台湾的关系吼，已经敢若在白水共款吼，拢已经在进行当中。为什么讲进行当中呢？其实吼，过去中共吼在压迫这立陶宛的时阵，伊就想讲爱甲吓一下吼，看能当抬价架高无？结果价无架着吼，高嘛走去。所以咱看到吼，这斯洛维尼亚这个国家，其实吼，伊嘛毋是讲伊主动吼来讲即件代志，迄是节目主持人甲安尼甲问了后，怎样有的做即款的表示。当然对台湾来讲吼，这其他国家想要甲台湾吼，更较维护一个正常的关系，我相信咱所有的国民吼，拢一定是足欢迎的即件代志。所以咱看到讲即个进度到啥物要安怎做吼？其实咱是拢足无对方无安怎讲的时阵，咱就拢点安尼讲。但是咱颠倒头转来讲的时阵，讲咱过去吼台湾即种国会外交吼行出去的即个部分，其实已经做足久啊，但是可能成果无讲遐尼好。但是咱看即2党内底吼，足侪迄款欧洲的议员吼，甲台湾的发展进一步的关系时，因拢扮演一种足重要的力量，咧支持讲要互因的国家甲咱的国家吼，不管是伫安全顶头，不管是伫经济顶头，甚至伫合作的部分，看会当更较行进前无？这嘛是中共上惊的，伊抬价架高的时阵，高走去啊，安尼要安怎？所以咱看到讲，伊自从这斯洛维尼亚这总理吼接受访问了后，咱看到到节目即摆吼，迄个因的中央的迄个外交部到即摆拢无出声。为啥无出声？因为伊足惊这变做多米诺效应，会一个倒过去。咱看到立陶宛退出17+1了后，其他国家嘛咧看中共会安怎做。其实中共就是安尼甲吓，不管甲恐吓。你若甲台湾吼，这设办事处的话，会安怎做？所以咱看到讲，中共吼，这几党内底是足够人员的。为什么？因为这2党内底吼，其实你看到，不管是什么阵容外交也好，还是一带一路也好，其实拢是吼，这个国家吼无食到甜汤，所以规身躯拢臭臭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国家吼开始咧渐渐咧甲台湾来直接来进行。所以咱嘛是爱吼呼吁吼，其实咱足侪国会议员是会当做足侪代志的，毋是干那走红白帖啊尔，嘛会当做这个国会外交的部分。所以咱看到是这个情形。
观众朋友，咱看到咱的国会外交吼，渐渐地显示咱的成果。这个斯洛维尼亚的总理嘛兼任卫生部长，这个杨萨吼，伊捌4摆来访问台湾哦。1997年就捌来过，伊迄阵是国会议员。另外伫2021年，伊捌甲咱的陈时中指挥官来线顶会议。去年嘛举办台湾甲斯洛维尼亚的产业交流会，伊阁支持咱加入这个 WHO， 咱请教老主任吼，这个中国即摆用真生气吼，讲要甲咱的邦交国拢总甲慢调，会烦恼无？需要烦恼无？完全袂烦恼，我感觉这以后的发展啊，可能会甲这个中国这个副外交部长讲的拄啊倒并啦。我感觉是讲哦，未来咱台湾的外交应该是愈行愈出去，愈行愈大条。我来讲这个斯洛维尼亚这个例吼，其实吼，伊是伫中欧吼，咱咧讲这中东欧国家吼 ，CEEC 啦吼，英文就叫做这个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CEEC 其实这整个 block， 这整个区域的 block， 伫最近这几年，其实对台湾是真友善哦。包括这个捷克哈，包括这个波兰哈，包括这个斯洛伐克啊，最近这个立陶宛嘛是一个。啊，这个斯洛维尼亚伊目前伫台湾的外交整个这个体系之下，其实是驻奥地利代表处去监辖，但是伊是属于这个中欧国家哈。啊，我想要，其实我真当然拄仔咱教授讲的，就是讲规个中东欧国家 CEEC 其实有共同的历史的回忆，因对这个苏联、对南斯拉夫有共同的回忆。所以讲，伊即摆看着讲奇怪，啊，台湾要伫立陶宛设一个厝，你中国安尼甲打压，吼，啊用恐吓即个方式，其实因边啊即个国家吼，看着是会倒弹，伊讲奇怪，阮嘛是一个国家，啊你安尼对立陶宛安尼，阮若是听你的，以后你是不是会对阮安尼？所以有一个反效果伫即边啊，我特别来强调即个扬萨吼。杨萨伊头一次来到台湾是1997年啦吼，迄时阵是即个斯洛维尼亚的国会议员啦吼。你去看伊的访问，伊讲吼，伊讲伊捌来台湾吼4到5摆啦吼，啊尾啊外交部是讲其实是3摆啦，啊可能有1摆是无记录啊。所以我就是讲吼，斯洛维尼亚吼甲台湾为1997年到即马2022年20几年哦吼。你看有偌济 under table 诶，即个访问咧进行吼，是20几年即个耕耘，才看着讲即马吼，咱20几年吼，咱讲长期邀访吼，咱栽培，咱甲做朋友即个杨萨，即马做总理啊，伊对台湾是真最友善，所以吼，我较早伫外交部吼，我嘛是咧强调讲，其实吼。外交部这个长期邀访，我是做赞成的，因为你唔知影讲，你即马甲你咧食饭，这个议员，伊是毋是过10年会做总理？即马甲你咧食饭，这个小国会助理，是毋是过20年会做部长？你唔知嘛？所以长期的来邀请因来访问，来台湾访问，你甲看1997年去绑这条线，到即马咱咧。修成对不？看到这杨萨，其实伊现在对台湾再友善，因为伊又想讲啊，过去这20几年，我来到台湾4到5摆，台湾人民足热情，真友善。伊看到咱台湾的民主、人权、自由的价值，伊想讲啊，我即马就做总理啊，我一定要来这个促成台湾甲我的国家来设这个厝，来这个厝嘛吼。啊，伊嘛讲吼，虽然毋是。大使馆唔是正式这个邦交国，但是嘛无要紧啊，哈，只要有社处，就是一个突破嘛。其实即摆上届烦恼是阿强啊，我想安尼讲，因为立陶宛和台湾设一个台湾代表处，其实这个代志到即摆还袂决咯，是还袂决咯，因为咱伫立陶宛的首都设一个处，台湾代表处，目前立陶宛伫台北这个处，其实。还没有宣布嘛，还未宣布讲成立。咱讲可能是今年年初宣布设处，但是到目前其实还没有设立。所以
中共嘛是一直咧 push 讲，这个立陶宛哈，你绝对袂当来台湾设一个厝，啊，这个厝若是真正有社畜，要叫什么名？其实中共是足烦恼的。啊，拄仔咱教授嘛讲到骨牌效应是啥？中共若是立陶宛伊这步要甲动起来，啊，这个斯洛维尼亚又成功社畜，吼，咱莫讲别项，若是讲台湾代表处赶快的名在斯洛维尼亚再设一个，安尼就是这个成立陶宛，啊，尾就是斯洛维尼亚。未来是毋是阁有其他的国家？是毋是未来伫欧洲？吼，咱台湾的这个外交管处全部拢改名叫做台湾代表处。是。啊，对阿公来讲是讲哇，遍地开花，这是要安怎办吼？所以吼，这个阿公，这个中国副外交部长伫遐咧讲吼，台湾邦交国吼会降到零啊。我看啊刚好相反哈，我是感觉讲目前是阿公啊哈，是比咱台湾更较烦恼哈。我嘛是最希望讲，这个斯洛维尼亚哈会当顺利哈来设一个台湾代表处，以后上好，咱台湾伫欧洲全部的管处拢是用台湾这个名。是。观众朋友，咱讲一枝摇百枝动吼，咱希望这个欧洲对台湾友好的国家会渐渐来拓开。不过，咱即摆看到的是较细的国家吼，咱请教丹副会长，亲像日本这款的大国吼，咱就要安怎甲因建立关系，也是讲军事同盟安怎做咧？哦，当然是因为即摆台湾甲日本的关系呢，因为是维持一个非政府的关系，但是呢，其实台面上甲台面下有在努力，吼，尤其是我下进伫日本的迄个社中电上迄个社大赛，伊嘛真认真，哦，推行甲日本的地方哦的交流，啊，所以我感觉讲吼，其实台湾甲日本呢，因拢有，其实拢有各个军事的优势，而且呢，伊顶年其实。日本甲美国呢，因顶年差不多顶年4月甲11月，拢总有举行超过11届较重要的军演。哦，其中7届拢是台湾海峡，哦，台海附近咧演习。所以因演习的部分当然是有因的迄个海军，吼，啊，佮跟的空军，吼，做伙有咧联合演习。但是伊是针对台海优势的一个演习，哦，当然伊有包括到伊的东海的部分。所以我是讲，按台湾应该爱甲日本呢有一个较密切的合作，但是这个密切的合作，我想嘛是要经过美国，因为不管是安怎，日美同盟嘛是以美国为主。哦。而且按即马甲美国的关系，即马尤其特别好。是。特别关时，其实按慢慢反讲日本要来台湾保护。是。上重要，美国伊若出兵助联日美同盟的一个条约，安保的条约，当然日本伊来做伊就爱做支援。吼，所以。这个问题，俺是免想过考虑，就讲台日的关系，俺即摆应该是要较加强甲美国的关系。哦，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是，啊，当然是，尤其即摆日本呢，有一个特别爱注意的，就是讲，伊一个叫做就是12式一二式的一个迄个飞弹。哦，伊这部分本来是为迄个陆地发射的。是。即摆买手换要用。迄个海上的、甲空中的，即摆各位迄个咸水舰，伊即摆要做一个啥？就是要拍击敌人的基地，所以这就是要一零啥？伊的源头的迄个啥拍击的飞弹。是。伊要做这工课是要做啥？就是讲，因为即摆北韩自从迄个金正恩就任10年来，发动64届的一个飞弹的试射。是。啊，而且即摆阿强啊，为这个2月。顶年2月初开始有一个叫做伊的海警法，因的海军嘛是正式来换这个海警的部分。所以不管是北韩的伊的飞弹试射，还是迄个大陆，伊对迄个海军对东海甲台海威胁，所以伊要发展这个飞弹呢，就是要有效来做一个叫攻守，拢总有迄个有效力的武器哦。嘿，对，所以我是感觉讲，安尼其实咱真的优势就是讲，咱飞弹其实非常的成熟，像讲迄个，像讲有几个飞弹对无？像讲迄个爱国者3型，吼啊，其实人甲因做配合。第二点呢，因的国防工业嘛真
真成熟，是山林重工，是就是我讲希望这部分呢，当不管是兵力，还是优势，还是限制，还是为建军的一个发展，其实啊，在台日之间其实的军事的交流是真正有机会，而且真正有必要。是，咱我请教副会长吼，咱知影日本的国防是互因的宪法白条咧，因要发展这个源头打击的飞弹，算讲是攻击别个国家的土地吼，这个甲宪法这个问题，敢已经解决啦？哦，这是部分，因为因是变反制中国的一个威胁，甲别人的威胁，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刚才有讲过啊，因为因这部分就是要做这工作，当然有一个叫。伊要发展这要一个卫星的一个导航，是啊，导航当然美国伊嘛有咧协助，所以那伫美国的同意之下，伊嘛是讲啊，因为是为着国防、为着安全的需要，是哦，所以而且即马呢，迄个美日之间其实因有除了就是讲有一个安全，迄个所谓的安保以外，伊其实伊对经济部分伊嘛是要去。透过一个叫亚太的一个经济架构，伊要来做一个军事、外交、甲经济的一个全面的防堵中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那美国伊若有的需要，当然日本就配合。而且这种物件，伊伫这个2016年，伊的新安保法已经有一个放松。假设伊有拄到紧急事故的时阵，伊会当采取只要。那国会同意，因就会当会当出兵，也是算讲防止这部分，会拢会当行动。是，所以我感觉这个部分，因会当用所谓国会的问题来紧来处理。是。咱看到美国甲日本拢目睭金金在看中国，看因安怎来危害到咱这个。亚洲的安全吼，不过咱想要请教吴教授一个问题吼，对安倍首相到即马华田首相哦，这个对台湾的政策敢会当延续？我相信吼，咱过去吼，中国吼，常常拢用迄款啥物日本吼，伫二次大战的时阵入侵中国吼，啊来甲迄个日本吼要求因道歉。但是咱即摆看到吼，即摆不管是华田也好，还是这新的日本的朋友吼，过去吼日本道歉的嘛道歉啊，但是咱看到就是讲即几年内底中国利用即款日本的迄款道歉吼，迄款歹势。然后来做一款要挟的部分，但是即摆咱看到日本人对台湾来讲吼，其实因看到是讲日本甲台湾的迄款友好的关系是非常的增加，包括吼咱看日本吼关乎台湾遐济款 AG 的迄款预防射，所以咱看到讲台日的这种关系是愈来愈好，所以即摆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来讲，其实咱看到吼。要安怎来做这合作？其实是日本的朋友吼，甲咱台湾吼，不管是民间也好，还是半官方也好，还是官方也好，拢一直在做这种制裁。这种制裁有一个好处吼，会当互更较侪国家吼，更较愿意来甲台湾做朋友。这个是这个典范吼，其实会当复制，因为全世界拢咧看美国安怎做。日本安怎做，所以这个部分吼，这个带头的效果，这是足大。第二个部分，咱看到讲，咱除了台湾吼，这两党内底吼，甲美国的吼退伍军人，咱台湾即摆有成立一个专门防卫后迄个动员所，要来甲咱这后备军人吼，要来会当更较侪迄款合作甲交流的部分。所以咱看到是讲，台湾即摆在展现一个自我防卫的决心。这自我防卫的决心了后，其他国家因伫甲咱台湾制裁的时阵，伊嘛看到台湾这种经营甲艰苦的所在。咱看到斯洛维尼亚这个国家，因是为南斯拉夫脱离出来、独立出来，所以咱看到伊总理在讲啊。伊是希望吼，这台湾人民会当主权来决定吼，不管是要甲中国统一也好，还是台湾要独立也好，这拢是爱交互这台湾人民来做决定，这袂当互外界迄款武力的威胁来做这件代志。所以咱看到国际已经知影台湾的处境是中共的威胁，这个部分是愈来愈明显啊。所以台湾的迄款交朋友的方法吼，其实咱甲过去是拢无啥共款的部分。
哦，咱即马讲到讲，甲日本、美国的关系拢愈来愈好。这款愈来愈好，敢会紧绷？敢有一个天崩？就是讲，亲像美国伊有817公布，日本有伊甲中国建交的时阵的公布。这款敢会致使咱的这个关系吼，竟然就好甲紧绷都无啊？副会长。哦，我是刚刚这话有讲到，因为因伫迄个中日之间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协议，所以呢，我感觉伊要发展到紧绷，其实现主时是较困难。哦，因为有一个因为迄个因协议内底有一个叫做一个中国这个问题，所以谈到有讲到讲，其实为安倍甲岸田这个首相，其实伊嘛无啥物改变。你有感觉讲，伊安倍晋对台湾特别好？因为伊即马是一个啥议员，哦，伊是议员，是。但是岸田伊对台湾部分即马较无咧讲，伊即马主要是讲，因为甲台湾之间就是一个非官方的关系，所以伊较无爱讲台湾的问题。是。哦，所以其实因是拢共即个系统来讲，你不管安怎有天崩无天崩，这无重要，重要是讲安尼较发展较实际的关系较要紧。哦。哦，第二点就是讲。希望希望佮美国应该佮进一步的联系，哦，不管是外交也好，军事也好，还是经济也好，安尼台湾呢较有机会，而且台湾利用的技术会当做到代志。是。